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中市的彩虹冠村，是出名国际观光景点。位伫个冠村土角厝壁顶的图，是这个彩虹阿公黄永富甲一间文创公司共同来创作的。因为真侪壁图拢已经老旧必存，台中市文化局今仔日开始，甲这个彩虹冠村封起来半年，要来整修。讲这间文创公司伫个搬离开进前，用油漆甲这个彩绘图共砍掉，是互彩虹阿公真生气。文化局对这间文创公司的行为嘛表示讲，一定会告到底。另外，这个游客早起要去冠村看这个彩绘图，看无是真失望。彩虹冠村开始进行封村整修的工程，暂停对外开放。不过，依然有差不多60个游客坐2台游览车为高雄到台中要参观，因为未当入去，干会使伫风雪山外口翕相。我就带朋友来看，我说：“那这个老兵画的还不错。”我们很失望，很失望啊！对啊，要哭了。我很想知道里面是什么。很想知道进不去会不会很失望？因为彩虹冠村的房舍超过50年啊，壁拢闭起啊。文化局为今仔日起封村整修，冠村内文创公司要进入物件还未清刷，再去搬出公司嘛来倒搬。不过文创公司进前用油漆砍过冠村内一寡彩绘，和彩虹冠村的原创者真生气。不是他把它都是我因为晚上都没有睡觉了吧。不过文创公司表示讲，冠村内现有8、9成的画，拢是因负责画擦掉的部分，绝对无破坏黄老先生的原创。负责人阁批评市政府是行政暴力，要求因5天内爱强制搬走。我们尽量希望对，因为时间不多，所以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。有给你们就是期限吗？会有期限。负责人甲员工等有14个人，因为涉嫌破坏这壁的彩绘和检警调查，市政府表示讲一定会告到底。房屋是属于市政府在管理当中，没有经过市政府同意，你怎么可以破坏我房屋的外观，包括油漆等等情况？那是没有权利的呢。所以市政府不容许任何人对于墙面来制作这样的一个破坏。有关于彩绘著作权的部分，目前正在法院审理当中。修理工程估计要半年，修复彩绘嘛是重点的项目之一。市政府嘛计划讲，修理好了后，会和黄老先生阁搬回去冠村大，重现冠村的光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